Hello，你容易种配啥的？那你要找到梦子给值得这钱，我要忘光。你心里呢被鸟能力呢我多找能力呢要这个呢流爬水呈现的这个清理香，然后录像能力呢每路绕河的海发村那个路梦我就报销河里讲，这是路说的河的海发村的，然后被路海发村的头每头老被梦每头老了嘛。贴到老师中贴到老师中嘛，这个呢，因为你的成绩所以录像呢就成为这个中国留声网之乡中国留声网之乡，现在可以接报大家呢个呢，大国家呢要一路考中要二扎根到一路考中，这人家么子人家那你。sau này nè ở chắc cảnh rồi không专家này中国留声网之乡中国留声网之乡，所以我出门的资料，我对这个录故事呢还是老是感兴趣，对这个呢对录海发村呢还是比较感兴趣嘛，所以一些呢虽然知道找这个内容写的这个。主场想的是给到也是累了就搞不能够公里，然后呢是呢我要数目大路海发村，海发村的话大个传着资料，可能你们也就要么可能朝下公里的是吧？朝下公里的是吧？所以我也没到学么子，如果的能够么到的给的能扎，你给的梦，然后呢一些你肯定要么走铁杆的对米牛或者是对老或者是对路搞到铁铁杆不分解，一些的被就没了，也没到那种。就是对中韩的荣高铁路，一些呢还要清理乡，还要的乡镇。我打本来要塞。要了汉坡，然后呢，接晒人这么这些那里容易讲的是，因为那里给这个水城区给流排水那里比较热了嘛，所以没飞机车的对球呢，那个没一定的范围内，那个只整压不人机的嘛，人家按照着飞机的就没问题的嘛，所以要那里禁飞区就压制了飞机了，所有的录像机配置着那这样子沿途风景，然后搞被木子就到海发村去了。我到海发村要么钱呢，要么重新认识呢，目前给的能站，然后呢谁不能够忙到这了贴着跟。对前呢，中了，下到给人口了哦。生路说黑口。铁骨要梦，又是路是棒，节奏给路是潮牛，手龙背黑狗，铁骨要梦，走天又头走凶来中汉我胡须。铁把路和路古罗，列队我多赢，铁东着了我呢。你现在已经有多少人都绕了，然后呢，前方路口左转。那呢，每一家你拉的就拉，那看脚呢，所以你现在为啥没好绕？左转。最后150米左转，还没绕，然后往
这个就停车，这个就停车是怎么就停车？哦，那把了那个年梦的弄你呀，我多子，弄你我多子活动的说啊，前方路口左那个转，年梦，动多嘞。即将左转，随后立即右转。lúc rồi này还是我到了这种，后来我爸妈求的大嘛就挺脆的，对这里也比较么，蒙的特色，比较么蒙特色。啊，这对壁画里面。左转，随后立即右转。ตอนนี้mới khai chưa đất đá này 右转，随后 ตอน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นอกเจียงกว่าต่อเลยเชื่อ 立即附近， อ่า 前方到达目 và lòng này là sự đá mà này chỉ nhận là nhỉ lá mà này chỉ nhận là nhỉ so là chỉ khai chưa thì ô lòng này chịu nhận là này là này chơi rồi biết đã ô tay chân này rung nhau thì ô nhớ xem tay chân rung nhau thì ô bảy này ai lô这个苗族啊指农务啊苗族非物质文化博物馆bảy này ai lô博物馆可能有博物馆好应该没很多东西吧然后bảy này ai lô舞台也有篮球场但你还是老是打哦，还是老是打哦。cái món này chỉ nhất là ni là, giờ này ít trả, giờ sẽ đợi khóa tụi giờ nên đi cử, càng tụi một phe nó视频。